日出康城領都電動車充電工程最近突然成為全城熱話，明明上年已經高票通過業主大會審批，點解過程中又會出現重重阻滯呢？原本咧已經係進行緊嘅啦，成個工程隔咗1個月之後咧，突然間有位女士咧就以一個所謂反對領都加管理費為名咧，發動咧就要推翻呢個充電嘅計劃。但係好多嘅居民咧，其實咧係表面上就以為咧係簽嘅授權書咧，其實只係反對加管理費嘅，原來裏邊咧有其中一項咧就係夾雜住咧就係話要推翻呢個充電工程嘅，就好似係蒙在鼓裏啦。對方咧以一啲虛無嘅一啲嘅口號啊，譬如話高價招標啦，即係其實呢啲子虛烏有嘅一啲嘅抹黑咧，係令到我哋作為業委會嘅成員咧係深受打擊嘅。如果工程最終被推翻，又會帶嚟咩嘅嚴重後果呢？因為咧推翻呢個充電計劃咧，其實會係產生一個違約嘅後果嘅。但係當時咧好多嘅居民咧根本都唔清楚嘅，特別係車位業主咧係好憤怒，因為明明咧呢個嘅充電計劃咧已經喺呢個10月17號咧高票去推行嘅，而家就連累咗成個領都嘅住宅業主同埋所有嘅車位嘅業主咧，仲有可能呢個項目咧要無限擱置嘅。業委會又喺當時採取咗啲咩行動呢？咁我哋業委會咧就係召開咗一個特別業主大會咧，就喺3月13號咧就成功啦，令到呢個嘅 EV 充電工程咧係繼續延續落去嘅。過程中，業委會曾向西貢區區議員張美雄求助，希望讓更多居民清楚知道事件真相。其實持反對意見嘅人咧，佢就認為咧個造價就太貴，點解外邊嗰啲屋苑佢哋係唔需要夾錢就係可以安裝一啲充電嘅工程？但係我哋領都嘅屋苑攞咗環保署1500萬嘅資助之後，仍然係每一個車位業主要夾2.1萬。你見到領都咧，其實佢嗰個車位數字咧係比較多嘅，有800幾個車位。而且佢係分開咗2個停車場嘅，亦都因為咁嘅原因咧，有啲技術嘅困難係需要克服，個造價貴少少啦。咁但係呢樣嘢咧，其實喺舊年啦10月嘅時候咧，已經係有個業主大會做咗一啲唔同嘅諮詢啦，做咗一啲簡介會啦。咁當時係有97%嘅車主支持呢個充電工程嘅安裝嘅。呢啲車主當佢哋知道俾人推翻咗呢啲嘅充電嘅裝置咧，佢哋都好失望嘅。面對呢個情況嘅出現，好多街坊都感到非常無助。其實我收咗唔單止業委會嘅求助，亦都收到好多嘅業主嘅求助。佢哋最擔心嘅就係咧，當一啲假資訊周圍傳嘅時候，街坊唔係好清楚，因為咁嘅原因咧，推翻咗個 EV 嘅充電裝置咧，擔心係要賠錢啊！因為講緊呢個係違約啦，港鐵嘅一個通告亦都寫到清清楚楚。如果真係咁樣推翻嘅話咧，其實係需要全體業主去賠償。張議員亦透過不同方法協助居民用理性角度了解整個工程，逐步將事件重回正軌。咁啊，除咗一啲解說工作之外咧，我喺2月28號嘅時候咧，亦都揾咗民政事務處啦，揾咗廉政公署啦，同埋揾咗一位義務嘅律師咧，就喺日出康城搞咗一個屋苑管理嘅講座，超過150個居民咧參與嘅。咁啊，希望咧減少一啲即係假資訊，大家講翻個理據同埋事實咯。我哋亦都呼籲咧，唔同嘅屋苑，如果你哋遇到咁嘅問題咧，千祈唔好怕，揾翻你哋當區議員去求助。面對呢啲情況咧，我哋作為區議員，必須係不遺餘力咁樣咧，希望將我哋嘅社區咧重回正軌。